大家好，我係 Hugh 嗱，好記得咧，以前啱啱想學期指，第一件事就梗係去書局行個圈揾書睇啦。而當時我學嘅第一個策略咧，正正就係平均線突破買賣嘅策略。咁你知啦，寫低俾新手睇，梗係俾個最靚嘅例子你睇噶啦。我當時就睇到團伙着晒，哇，個幾鐘賺幾千蚊，一兩日賺到人哋成份糧喎，咁仲得了嘅？個世界仲唔係我嘅？咁當我繼續研究呢門學問嘅時候，慢慢就知道個事實啦。唔係話期指賺唔到暴利，而係你要穩定咁賺取暴利，絕對唔係跟住本書跟住個傳統策略炒就做到嘅。上一堂都講到，如果你直接用平均線傳統嘅策略，一定係輸多贏少，唔係因為平均線同突破買賣嘅框架冇用，而係用嚟入市嘅話，我哋就要先優化咗佢。咁我哋今日咧主要就睇埋平均線另一種嘅入市框架，就係阻力支持策略啦。嗱，聽個名就明啦，阻力你想升上去，佢阻住晒你升唔到，就係阻力啦。支持你想佢跌，但又支持住個位跌唔到，就係支持啦。嗱，呢個位咧冇咩方向感，嗰啲觀眾可能輕晒機啊。嗱，我聽過有人問點解阻住你跌呢個唔叫阻力嘅？嗱，呢個位唔明咧就硬記啦，冇咩大不了嘅啫。而平均線咧就係可以用嚟做阻力支持嘅，即刻俾個靚例子你睇睇啦。呢度有張1分 K 配 SMA 50，我哋會見到價格一跌到平均線嘅位置咧，就即刻有反彈嘅跡象，好明顯有一個支持力量喺度啦。可以睇睇第一個反彈位，當價格掂到平均線大約喺21,551點之後咧，最高反彈108點，其後價格第二次回落到平均線嘅位置咧，又即刻反彈，最高達到113點。咁好明顯咧，呢條平均線支持嘅力量好強，跌唔到落去啦。再睇睇呢一張1分 K 配 SMA 50啦，嗱，價格一升到平均線嘅位置咧，就即刻有回跌跡象，好明顯呢度有一個阻力喺度啦。當價格升到22,820點嘅平均線位置咧，就即刻回跌達到20點，其後第二次升至平均線位置又回跌達到41點，第三次價格升到平均線位置即刻下跌107點，咁完全睇到呢條平均線嘅阻力係好強，升唔到上去啊。咁好多人咧一睇到呢度，可能即刻諗到一個入市機會啦。嗱，既然平均線有阻力支持嘅力量，咦，咁當價格升到平均線就買跌，相反價格一跌到支持位就買升，咁點睇呢？嗱，呢個諗法咧聽落去都幾合理嘅，但係諗深一層咧，其實係有矛盾嘅。雖然平均線突破買賣嘅策略係輸多贏少，唔係好準，但係平均線仍然係有突破預測大趨勢嘅能力。若果貿然等到個價去到平均線就反方向入市的話咧，係好危險嘅。嗱，試下睇睇呢度啦，同樣係1分 K 配 SMA 50，若果你真係希望條平均線有阻力，價格升到平均線就沽出嘅話咧，咁你瀨硬嘢啦。價格突破平均線之後升近151點，完全冇阻力效果，反而係突破買賣嘅例子。咁你睇到呢度可能會更加混亂啦。平均線突破買賣又輸多贏少，阻力支持睇落去有啲成效，但係又唔夠用嚟入市。咁如果遇到呢個情況點算好呢？當佢突破追入去好啊，定係當佢阻力沽出好呢？嗱，其實呢個呢就係平均線傳統策略失效嘅例子啦。揸佢又唔係，沽佢又唔係，一句講晒，兩套用法嘅勝率低啊嘛，賺翻嚟嘅點數都唔夠冚輸嗰啲啦。而呢個正正係我哋要優化策略嘅原因啦。嗱，做個小總結先，我哋要講得準確少少。當價格突破平均線，的確有機會出現順勢嘅大升大跌嘅，而同時平均線亦都有一定嘅阻力支持牽制住個價格。我哋其後就係要學識加一啲條件，或者用第二啲指標去輔助，去揾出幾時用嚟突破追入，幾時用嚟當阻力支持。嗱，最後講多樣嘢俾大家 brainstorm 下啦。嗱，平均線咧有阻力支持嘅力量，但係用嚟入市單靠平均線咧又唔夠理想。咁如果唔用嚟入市，用嚟平倉又點睇呢？嗱，即係假設用 SMA 10同 SMA 20突破買賣去入市，再用 SMA 100嚟平倉。嗱，睇睇啦，SMA 10升穿 SMA 20買升，價格到 SMA 100平倉，有冇得諗呢？